台中有2个居家服务员唔出面指控讲有一间长照机构招因加名也唔过分利润的方式，造成因的权益受到损害。伊已经有向台中市政府检举，也唔过煞无消无息。台中市的卫生局是表示讲，目前这个事件等个调查。长照假加盟真分包，长照假加盟真分包。手提牌抗议，希望防损害权益会当讨得回来。市城市甲王小姐捌做过居家照顾服务员，因指控台中南屯一间私立的长照机构邀请因2个签约加名，骗人讲会当分到更较侪利润。毋过，就要家己负担员工的薪水、劳健保，搁要家己找客户。若实际上因根本就无摕到应该分到的钱，而且长照机构搁用服务牌做理由，扣因2个奖金，是一种加盟的形式。但是实质上，我却只是一直在这间长照机构底下工作的一个员工。然后原先我可以领到超不多5、6万的薪水，跟他合作之后，我只剩下3、4千块的钱。根据长期照顾服务机构设立许可甲管理办法第18条的规定，私立的长照机构经过许可设立了后，袂当甲全部或者是部分的服务规模委托给别人经营。市城市讲，大概阁有5、6个家庭主唔知影家己犯法，甲一间长照机构签约，所以应甲台中市卫生局检举。若市府表示，今年捌稽查这个机构2届，目前正咧确认机构甲检举的人互相之间敢是收钱奉请的关系。长期照顾服务机构设立许可及管理办法第18条的规定，就是说，它这个私立长期照顾机构经许可设置后，不得将全部或部分服务规模委托他人经营。我们的部分是会以这部分来做这个厘清。卫生局强调，若准确定毋是骗局的关系，而且佫违法委托别人经营，都会要求业者限期改善，若无会罚6万块到30万。若防指控的长照机构目前讲因的承办金无伫，未对外回应。记者尤敏峰、王良涛台中报道。